兒童體重管理知多少？香港兒童體重根據全港社區體質調查結果咧，咁接近1/5嘅兒童咧都屬於過重同埋肥胖嘅，超過60%兒童係唔能夠達到世衛建議嘅體能活動量啊，咁即係咧每星期平均每日進行60分鐘或以上嘅中度或者劇烈強度嘅體能活動。點解要管理體重啊？咁身體過重咧，脂肪便會積聚過多啊，咁容易咧造成一個高血壓啦、心血管病、糖尿病、膽石或者某些癌症嘅，例如大腸癌等嘅疾病啊。過重引致到嘅問題係乜嘢啊？運動能力降低啦，體型唔理想，行動較遲緩啊，可能俾同學笑啦，或者俾朋友排斥。最大問題係咧會令到關節咧容易受損啊，尤其係膝關節。點樣界定過重同埋肥胖呢？係咪過重同肥胖呢？咁可以從體重啦同埋身高合乎比例咧嚟評估嘅。大家可以留意個身高體重比例圖，係按照兒童嘅身高咧嚟評估體重咧係咪合乎比例嘅。咁身高超過175厘米嘅男童咧，或者係身高超過165厘米嘅女童咧，或者年滿18歲人士啊，咁就需要改用呢個體質指數 BMI 嚟評估你係咪合乎比例嘅。如果經常運動嘅兒童肌肉較多、脂肪較少咧，佢哋嘅體重可能會超出標準，但係仍然係屬於健康嘅。咁有啲兒童咧，佢唔係超重喎，但係肌肉嘅質量咧可能遠低於標準啊。咁同埋脂肪比例咧亦都高於正常水平啊。咁我哋嘅體重咧可能係理想，但係咧都屬於肥胖㗎。如何避免過重？控制飲食，力求均衡。咁各位家長就要教兒童咧睇呢個兒童健康飲食金字塔啦。因應不同年齡、性別、身高、體重、活動量同身體健康狀況咧，每人每日所需嘅熱量同營養素都係唔同嘅。家長呢要為兒童咧選擇合適嘅食物，亦都要按照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原則咧選擇食物同調節份量。咁亦都要留意咧食品嘅營養標籤，了解其成分同埋營養價值㗎。適量運動，要管理體重，除咗注意飲食之外咧，運動都好緊要㗎。適量嘅運動咧有助消耗多餘嘅熱量，以免脂肪積聚，並可以促進新陳代謝、強化肌肉、骨骼同埋心肺功能嘅。家長應該注意以下各點，鼓勵兒童選擇合適嘅運動，選擇喜愛嘅運動咧可以持之以恆，選合適合年齡咧同身心發展嘅運動，培養運動嘅興趣，享受樂在其中。每次咧可以選擇多於一樣嘅運動㗎，將運動咧變成日常生活，例如多行樓梯，少用扶手電梯，多做全身運動，例如跑步、踩單車同埋游水。家長應該選合咧合適嘅時間咧陪兒童咧去做運動，喺喜愛嘅地方做運動啊，例如附近嘅公園啦、運動場同埋體育館。家長同埋其他嘅家人或者朋友咧可以同兒童咧一起做運動㗎，循序漸進，逐步增加每次運動嘅時間。如果兒童做運動咧並且有見效嘅話咧，咁例如身體減重咗啊，運動量增加咗咧，家長應該俾多啲獎勵咧同埋讚賞佢哋嘅。咁記錄每次嘅運動量，以便咧監察進度，咁可以嚟泳拳館進行運動同埋度磅啊。改掉壞習慣，要改掉起居飲食嘅壞習慣，並且培養運動嘅習慣咧，可嘗試以下嘅方法。家長應該以身作則啊，同兒童咧一齊做運動，協助兒童處理情緒，鼓勵佢哋咧喺心情欠佳嘅時候咧做少少運動，舒緩壓力，切忌暴飲暴食。此外亦都要鼓勵兒童同家長咧同師長咧傾偈傾談。早午晚三餐咧應該要均衡飲食，唔可以偏食，避免少食一餐，亦都唔可以食得太飽。唔好俾兒童咧養成高油、高鹽、高糖嘅習慣。如果有需要咧，可以選擇適合嘅健康小食，例如水果啦，做茶點，慢慢進食，等腦部有足夠時間咧感覺到佢飽肚，咁亦都有助消化嘅。減少觀看屏幕嘅時間啊，多做體能活動。充足睡眠，每天要9至11個小時咧，先有助改善體質㗎。咁家長教導兒童改掉壞習慣咧，並且養成健康嘅飲食同運動嘅習慣，可以幫助兒童管理體重，等佢哋咧活得更加健康同更加活力嘅。兒童體適能活動量指引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啊，同兒童嚟講咧，體能活動包括家中、學校、社區進行嘅遊戲、體育競技、消閒活動、體育課或者有計劃嘅運動咧，以及日常嘅交通往來。兒童咧應該平均每天咧最少做60分鐘中等至到強烈嘅體適能運動，有氧運動為主嘅。咁每日咧進行多於60分鐘嘅體能活動，對健康咧有更加大嘅益處嘅。咁每週最少應該有3次咧進行劇烈高強度嘅帶氧運動啊，或者係呢個增強肌肉啦同埋骨骼嘅運動，盡量減少靜態嘅活動啊，尤其咧係啲娛樂性嘅屏幕時間啊，活躍健康生活。由此起，家長應該以身作則咧，同兒童一齊做運動，以培養恆常運動嘅家庭文化啦，建立健康嘅生活模式。飯後進行健步行，喺屋企咧多做一啲親子活動、體能活動同埋循環訓練，減少觀看電視機同屏幕嘅時間。搭車嘅時候咧，提早1、2個站落車，以步行咧代替短途嘅車程，多行樓梯，少用電梯。假日到體育館打乒乓波、羽毛球或者到運動場跑步啦，嚟泳拳館打拳係最一流啊！週末到戶外踩單車啦、放風箏或者遠足。
多參與學校、社區活動，例如運動會、嘉年華同埋同樂日。以上資訊由普及健體運動資料提供，如有詳情查詢呢，可以瀏覽榮權館網頁或者揾我向師傅。多謝，拜拜。